好，观众朋友，因为最近这个三峡伫学校附近发生严重的车祸，大家对交通安全是拢真紧张。昨下晡呢，就有一个52岁查甫人驶车经过彰化路中的校门，所启动到学校边这个病院门口的桥啊。这个驶车的查甫人有着伤，不过无性命的危险。也好佳在是讲事当时学生伫咧上课，无受到影响。监视器翕到一个穿乌衫的过路人，拄经过路口后，壁是有一台轿车驶过来，直直对边仔的门条弄过去，车头规个变形，安全气囊也裂开，驾驶靠伤去互送去病院。虽然无波及其他的人，也是互过路人心惊惊。看个东西啊，看个手机啊，就跟同学聊天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呢？比较不会，那边人都要注意四周围啊，要啊，当然要，四周围都还要看，然后跟小朋友也要这样教。意外发生伫咧2日下晡1点外，地点伫咧彰化路中的校门。这台自小客车经过彰化市光复路，也有永福街路口，却向对外口冲过去。因为19伫咧新北三峡才拄发生学区重大交通意外，民众讲加在毋是伫咧上下课的时间，也警方也对52岁姓施的驾驶进行纠测，初步排除驾酒塞车。因操作不慎而自撞一旁的顺安医院门柱，所幸现场仅驾驶一人身体擦挫伤，经送医救护后无大碍。为了改善过路人的通行空间，彰化县府伫咧大埔路上宽画一条大约1公里的标线型人行道，也有停车弯。市公所也会配合县府规划伫咧市区的中华路，也有和平路路段为第2条优先人行道，而且规划汽车甲机车的停车格。双向各一线道或2线道嘛，就是会依照情况，只不过是因为中华路它路宽比较大嘛，所以路肩部分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会用路肩的部分来去做友善人行的部分，这样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这2个路段是配合年底伫咧彰化举行的台湾设计展来起造。初步的设计甲大埔路相像，也毋过中华路甲和平路的路权较宽，也会加强宣导。也敢需要延伸到学区，也要看成效来进一步做规划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